在太平洋地区呢，最近是真无平静。来看台湾附近呢，最近是有3个热带性低气压，这2天是有机会会结做是风台的。气象署讲，上紧今仔日下暗就有一粒轻度的风台米塔会来形成。礼拜到后礼拜一呢，阁会有另外一粒中度风台花加沙。因若这粒花加沙呢，离咱台湾有较近，所以提醒大家要爱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这份好天的天气，有可能伫要变天啊！气象署表示，台湾附近有3个热带低气压，分别是 TD20、21、22，这3个拢有机会变成风台。上近拜四暗就有一个热带低气压会结做轻度风台米塔。TD20，那预期有机会在今天可能会成为轻度台风，广东到港澳的沿海接近，它的外围环流在今天到礼拜6会间接的影响我们。另外2个热带低气压 TD21、22，分别伫菲律宾东滨海面上和日本远海附近。不过气象署讲，目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TD21。伊真有可能会变成中度风台花加沙。下周1之后，整个热带性低气压或是台风，其实到时候可能是以台风的等级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。随着台风逐渐接近，不管它距离台湾的位置近或远，它整个外围的环流带来的都是偏东风的风场。所以迎风面会以东半部地区为主。气象署表示，目前 TD22因为离台湾真远，应该会行对日本去。就算未来变成风台，对台湾也无啥影响。不过气象署提醒民众，这几天北部较无受到热带低气压的影响，要注意高温。但拜六礼拜受到 TD22的影响，可能会出现长海影。有要去海边啊日倒耍的人，要注意海影。记者陈心彤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